弟兄们平安。天气很冷，但没关系，我们内心是火热的。很有幸哦，第一年开头的第一次的祷告会由我这边来主持。好，来献唱，感谢主。我们一同起立，来向我们主来献唱敬拜与赞美。大山为我们而挪开。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阿妹，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掌，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上主。哈利路亚，阿们。因为主与我们同行，我们仍然站立。我也邀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一同来开口来唱首《与主同行》，与主与我们同行。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开我眼睛，看见你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
将爱完全，让我心已无畏惧。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每当我转向你，你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我尚未求告，你应允，使我喜乐满溢。每当我转向你，你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我尚未求告，你应允，使我喜乐满溢。每当我转向你，你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我尚未求告，你应允，使我喜乐满溢。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爱既完全，将一切惧怕除去。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与我同行，与弟兄姐妹同行，与教会同行。今天所读的生命记说，上帝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耳朵要仔细的听。每当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主人就与我们说话，就与我们同行。感谢主，因为你的爱来完全了我们，因为你们爱让我们无所惧怕，勇敢的走前面的道路，走在生命的窄路，帮助我们无论任何挫折、困难、阻碍、灰心丧志的时候，不要忘了主你的话提醒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与所有弟兄姐妹同行，帮助我们。我也将今天祷告会的所有的祷告祈求事项都带到主人面前，主你向我们说话，来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还将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寒冷的天气大家拢个安尼赶来到这，实在是互人真感动。我相信主耶稣伫天顶看咱呢，就当作伊的宝贝共款今仔日呢，阁是今年的第一摆啦。实在是唔知要安怎是好啊。唔知要安怎是好啊。旧年你讲的时阵，就真惊。今年迄手拢冷感呢，所以我摕一个排毒。迄实在是唔知要安怎好咱先来今仔日我要分享的是按吗？按哪边？大的。好。我今仔日要分享的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大家斗阵来读上帝的话。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章20节。好，还有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哈。来，和本，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现在中文译本，你赐福使年岁丰收，你足迹所及，百物富饶。这跟我找的版本跟他无啥同款哈。我的中文译本它是这么说的哈：你赐福使年岁丰收，你去的地方都很富裕，你去的所在拢真富裕啊！哦，我就介意这句的，所以我就把它列上来了。这是你诗篇65篇11节哈。还要记得按这个。好，我要讲的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你第一遍吼，一年的年册人讲新年头、旧年尾吼，就是看看旧年安怎，即马新的一年要安怎，是毋是？大家拢安尼？我毋知影，我就找一个吼，想讲第一摆，我嘛是第一摆，旧年嘛是迄边的时阵嘛是紧张，无过来看过去好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咱这个呢，我要让他回去是怎样？这样吗？好，我先讲家哈。我讲吼，今年呢，咱为元旦开始吼，咱教会就咧强读这个申命记。一开始，摩西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开始讲历史。原本只要11天的路程，因却行了40天，40天，吼，11天哦，行40天。而这中间呢，因如何来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哪行哪行？又惊又要行，往前走，有卖完，但是因阁有担着上帝的恩典的滋味呢。你3章24节呢，摩西讲：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上帝摩西呢，伊就甲耶和华安尼讲。摩西求上帝会当予伊过约旦河，因为伊想讲摩西那个上帝呢大能大力，没有他不能做的，所以呢，伊就甲上帝求讲，你予我过去。不过上帝安怎甲伊讲？上帝无允准，而且佫对摩西讲，经文讲了真水哦。26节，上帝甲伊应讲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咱来想想，迄个上帝讲，你莫搁再甲我提这项事啊啦！迄当阵，如果你若是摩西，你的心是安怎？上帝甲伊讲，你敢若会当你去斯加山顶，东西南北来看，你袂当就去迄个水的地，你敢若会使远远来看，但是你爱搁听命。你爱顺探，带约书亚你去，你爱勉励伊，互伊壮大，会当带百姓入去迄个迦南地。这真正是人性的一大考验，咱人生的一个考验。你不爱互我去，佮叫我甲因讲，因爱去，遐偌水拄偌水，恁爱安怎做？我感觉讲，这上帝实在是真古锥啊！对人安尼。而且呢，我就想着讲，咱爱学习啥物货？讲凡事谨慎，保守咱的心，毋通因为一时的情绪造成大的后悔。咱知影，摩西上帝无允准伊入去迦南地，就是因为迄件事嘛，大家免讲你拢知影。所以，迄个情绪若来的时阵，咱要安怎去控制？这是非常的重要，影响到咱后壁一生的年日。第二项，咱要学习的就是将敬畏的心呢，来传承给儿女。因为上帝是严火，伊无允准任何甲伊作对的生命伫你的生活内底。咱来想看，上帝，现在呢，咱的社会，无论你国际也好，伫咱的台湾也好，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生活顶头，生活中充满着济的游戏，
互你若一时无拄啊好哈，啊若无注意的、无谨慎的，你就跋落去迄个陷坑啊，就是像即个摩西共款吼，伊一时呢，冲起来了就，把迄个脾气发出来了，伊都袂当过去啊。所以呢，这真正是咱爱思考的，咱都爱将即个敬畏的心常常起调，刻伫咱的心肝底，请爱搁去传承，互咱的子孙儿女啦吼。这是呢，我为最近呢，咱英文内底呢所读到的，我家己做一点仔简单的即个分享。我会当去年我嘛讲过，我讲我会当接到即个台一区的区长吼，就是我一单真大的挑战。去年你基督会转型的时阵吼，第一场是啥人大家各会记的袂？闽源执事对无？第二场是啥人讲的？闽泽长老。第三场搁换阮台语。哎哟，迄当阵吼都毋知要安怎，我嘛毋知要分享啥物话。所以呢，我伫分享时，我第一句话我就讲吼，我们多家小组吼，拢总呢有28个组员，其中22个是70岁以上，所以已经怎么样进入超高龄。到咱台卡的人吼，大家拢一直笑啦，尤其是立主吼含处于吼长老吼笑上大声啦。迄当阵吼，我拢想讲。这有啥物好笑的？这毋是事实吗？而且咱的教会嘛有1/3的会友呢是70岁以上。我是另外一个想法，我讲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咱教会会当缀着这个社会的脚步，进入这个超高龄的世代，而且若毋是上帝的保守，还有遮侪人活甲遮好势。你们不阿妹吗？对哈，所以呢，今年第一个基督会，各位第一区开始啦。我是要安怎？我要讲啥？我就讲好啦，无。但是我有一年来呢，我有真大的感受。我感觉上帝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去看年基督会时阵，虽然我无来参加，因为迄天我都感冒食药啊。佫小可落雨，我都无来。但是我有伫线顶，迄当阵呢，敬拜部长讲吼，去年教会推动21项的事工，后来牧师起嚟补充啊，牧师讲哈，26项啊，讲5项无推展。迄当阵因为我拄好伫厝诶，我就较紧诶，甲我诶笔记摕出来，遮侪项吗？参悟，看。恁知影我参与几项？我参与着18项。我这里写1、2、3、4、5、6、7、8、9、10、11、12、13，写到18。我讲，哎哟，我嘛有参与着18项呢。安尼，这个其中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圣经讲读，加灵修笔记。坦白讲，这是我第一遍哦，第一次哦，写灵修笔记。但我毋知影啥物叫做灵修笔记其实咱为去年吧，咱开始有共读嘛，迄当阵就是逐工早起拢爱起来听嘛，无会错过了。我都迄年呢，就养成5点半我就起床啊，因为起来了就爱搁传的，然后呢就开始坐遐共读，所以我已经拢真早起来。去年呢比较好啦，可以用听的，又可以回录，对吧？不过我因为已经习惯啦，所以呢，我就5点外6点，我就开始来写。你写这个灵修笔记对我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操练，所以唔知影要安怎写，就只好对着牧师的提示嘛，讲爱读经文啊、经句啊、写感想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啊，到暗时的时阵呢，有做偌济代志，一天安尼落来，我哪来？我唔敢讲我老练啦，不过呢，哪来写愈紧啊？而且呢，那个字句呢，愈来愈简单，
嘿，就是我这里写就是很简洁哦，因为迄几啊是伤世界啦。哦，你若要写较济吼，写袂落去，都唔知要写迄代去啊吼。毋过即马家回顾起来吼，我写上帝上济的字句，我家显吼，我伫显的时阵，我写上济的字句吼，就是安那感谢主。每一天我若灵修煞的时呢，我就感谢主。到暗时的时阵呢，你写今仔日到底有偌济代志做，偌济代志无做的时阵，我就安那，我就开始有信心帮赞。所以这两句话呢，是我上济写上济。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讲推荐这济曙光嘛这个大家会记得是当时呗。真理大学对吧搁去到迄个港口马街上台的港口然后过来老船长遐食饭，对不对？就抽奖其实这个我无抽到啦，这个我没有偷到，但是我有哦。因为呢，一开始的时阵我带了4、5个姊妹，不晓用手机他们不会用手机，我只是比他们多一点点而已，我会一点点，所以呢。迄个宋辉因囝伫遐就甲阮讲你安怎你去你即马去到遐安怎我就照伊讲的安尼就安怎就到遐个，佫较比我较年长的，所以我们走得很快。那时候不是说前100个才有机会吗？遐阿嬷一直上，较紧，所以我们走得很快，然后我们非常的早呢就完成了。不过你食饭的时，你摸菜的时阵我带迄阵人有一半以上拢有得到呢，就是我无我就讲，哎呀，我哪会无咧？一个阿嬷伊就讲拢是你带我的呢，我这个送你所以这个是伊送我的啦，不是我摕到的。过来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人这个活动21项内底的活动，这个可能有参与的人较少。这是啥物呢？这是做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前一年的年底的时候，陈模执事伊就叫大家问卷调查，然后你有下上面意见，他就给了这一份他呢有贴纸，然后有便条这一份我好宝贝哦。我知道有这一份的人，大家举手看看。有，可是不知道去哪里了你看，我给它保存得很好我觉得这是我努力的成果，所以我非常的珍惜它。过来，咱个看下卡，这可能大家都拢有这都是去看的咱的桃园国小或者是领袖高峰会遐然后过下来，这个是春天农场，个这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钥匙圈秀玲说对了，就是桌球赛的时候，我得到了3个，一个是来参加桌球赛的志工，还有一个是桌球啦啦队，对不对？那个宋辉长老就知道，我们很卖力的表演那个是桌球啦啦队就是在这样子的忙碌当中呢，他们就给我们这样的奖品所以我有最后这个呢，就是我的圣经共读。我写了1整年的圣经共读我头拄仔讲安尼写到尾愈来愈干净，愈来愈重点。我感觉是重点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一天我若为灵修做完用半点钟甲伊做完了，我迄天的代志就拢一尽亨通，顺利利的，一直到暗时。有当时你感觉讲，哎哟，迄项代志无做到呢，但是嘛拢有会当溯源会当去找到到底是安怎啦，毋是讲伊无缘无故就无成就安尼啦所以呢，我不会让我有灰心有失望这样子。所以这个共读内底呢，我上喜欢一整年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哪一卷书？以西结书。我伫礼拜的时阵，主日的时候嘛，听到牧师讲那时候我心好感动我时常讲，咱台语讲一句话，讲，伊心肝切一个哎呦，
牧师，你哪会知影？我要甲牧师讲吼，毋是我咧巴结你哦，我是真正有感受。你讲他内底呢，牧师伫以西结书用的诗歌，牧师你还阁有印象无？第一天以西结书第一天就是前面第一首就是101，后面那一首就是201，第二天就是102，后面就是202。所以你今当你读到牧师讲着吼，秀出来的时候讲，今仔是122，222，你马上就知道今天是共读的以西结第几天？22天。而且呢，我阁真认真听迄个歌词哦，那个歌词怎么那么奇妙，跟当天的经文非常的吻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牧师我讲的，我要问你的是安怎？你会去经这个诗歌，是安怎？定那会这么啊配合？为第一天到54天，我们总共以西结书读了54天。我一直觉得很疑惑，牧师啊，你到底是什么大能大力？怎么让你找到这个用这个诗歌用这样子101、201、102、202这样子的排序啦哈啊！我本来我都真意爱西瓜，那我们的圣诗，这个都牧师选的全部都是圣诗。我本来我都就介意啊，今嘛哈都用比较现代的赞美，所以敬拜赞美，我不是说敬拜赞美不好，但是可能哈，我较高半就是啦。所以呢，我对迄西瓜，我对迄西瓜哈，我非常的怀念。所以我讲我要问牧师的问题，就是是安怎牧师你哪会去经这的西瓜，而且一天都没有跳过，就是从101、102、103、104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这样子。这真的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唔知影，太安尼啦哈啊！但是我一个体会就是，我本来真单纯，我是咧配合教会的60周年所要推展的这个事工，因为我对这个事工顶面，我看到咱牧师的坚持，我讲，哎呀，我食到70岁啊，我嘛爱对主的脚步，嘛爱对牧师的脚步来行，所以去年一年我真拍拼，我真的是很拍拼啊！下面我要讲的第2项见证，就是我的拍拼是付出代价的哈。不过我没想到讲我的收获这么多，我真的再去回顾，再去看我的这个圣经共读的时阵哈。出国，我们去德国，我都写，每天都写。可是有人一定会问我说：“啊，出国第2个礼拜是3月24号，我们已经在那边周报还没有出来呢，你知道吗？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把3月17号的周报拿2份，我就3月17号那个礼拜写完，下一个礼拜我就给他3月24号啊，因为有手机嘛，所以呢，我就这样子把那个礼拜呢也写完了。我要讲这不是要大家说，哎呦，分享这么爱现，不是，我是想要证明我真的是努力了，我很努力的达成牧师要我们跟进的，教会要我们做的，或者是神在我身上是不是要有什么成就，我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啊。有一句话说哈，我就说要跟好，我说的卡波对好。要跟满，可是我还是没有跟满，我只跟了18项。我后来一直想哦，我是搭一行没对到，赞山滩祷告会我没来，骑脚踏车我嘛没去，因为迄拢超过我的能力的，所以我就讲啊，好啦，上帝啊，求你原谅我啦，我做18项应该会使啊吧？我就这样子跟神说啦哈，真的是他所赏赐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到下面呢，我要先来读一个我们多家小组吴丽玲，叫吴丽玲，她写给我，她昨天晚上已经嘛人可能阿哥里外地在台中啊，可能在回来的路上，一当暗差不多9点我要10点，他传给我，他说我要的见证呢写给我，传给我了。他要我帮他念，所以我现在呢就来用念他的见证。
牧师、各位长子、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台一区多家小组的丽玲姐妹，很荣幸在2026新年的开始，可以在这边和大家见证上帝丰盛的恩典和作为。因着2025刚读完尼希米记，丽玲也特来分享神在我职场的带领和恩典。我是一名地政士，就是土地代书工作从业人员。我不是读地政科系，家里祖父、父亲辈都是务农，没有长辈专业或人脉可以依靠，所以从25岁开业以来，我一直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感觉无比压力。法令繁多又不断更新，人性也越来越复杂。现在更是诈骗层出不穷，诈骗伎俩日新月异。但因自己来自单纯的农家背景，没有商场的学习和历练的经验，所以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而不苟言笑。活像个钢铁机器人，对内又怕员工松懈、粗心做错，总是百般细查员工的工作状况。稍有错误就严厉指责，以为完美的工作品质。虽然我们赢得外界的好评，但我和同仁生活都过得很累、紧绷，充满了压力，失去笑容。感谢主，因着我在2015年受洗，我的生命被神得着而改变。2018年起，我将读圣经以及足坛祷告的习惯带到我的职场。我们每天早上8点上班，清洁工作后8点半到9点半，全体同仁一起唱诗歌、敬拜赞美神，读圣经5章，认识神也认识真理。每天先对齐神的法则再工作，读经分享神的话，使我们有审思、有悔改、有感恩，也越来越认识神，而更多信靠神，将我们很多工作的难处、对人的难处都交托给神。我们在神的同在中一起哭，一起笑，经历和领受很多神对我们的宽容、饶恕、启发和带领，也经历神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神是丰富的神，神是我们开路的神，因为神是为我们开路的神，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003年 SARS 时，我的事务所又减薪又裁员，我当时还不认识神，内心很彷徨无助。2019年开始的 COVID 大流行，因着我们的职场在2018已经超前部署，每天读坛、读经、祷告，同仁合一照神的法则行，如同尼希米的职场，一手做工，一手拿武器。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在疫情中每年加薪加人，而且有同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感谢赞美神。受洗前，我跟世界人是一样的，短报收入，却自以为是合理的节税。认识上帝后，我悔改，按神的法则，全然诚实报税。奇妙的是，我的净收入并没有因此短少，反而更多、更丰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前年我们在案件上疏失，造成将近100万元的亏损，我们诚实认错，承担损失。但在去年，同一个案件却让我们有加倍的收成，不但弥补了亏损，还让我们赢回客户的信任，并领收原来应有的报酬，多而又多，数不完的恩典。感谢神转化我的生命，转化我的职场，让我可以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直到永远都是信实守约听祷告的神。约翰福音书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将一切感谢、颂赞、荣耀、爱戴都归给这位尊贵伟大的独一真神。阿们。以上啊，他就写的真的是很丰富的。我就说他一直跟我讲哈，然后接着我们用LINE呢又分享了半个钟头。好，那时间还有一点点哈，我简单的就讲我自己的第二个见证。我第二个见证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付出代价，但是它是付出代价的福气。1年之中，我配合了教会的事工，参与了1、20项，在时间、金钱上都需要有所坚持。从德国宗教之旅回来之后，隔了1个礼拜，我又参加了第1梯次的环岛。我以为我还很年轻。可是，在环岛的第3天，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吃不下，也没心情。我忍耐到回家以后，我去看医生，才知道我感染了疱疹，就是所谓的什么皮蛇。我第一摆才知影，原来疱疹都是皮蛇，皮蛇都是疱疹。我真的70岁了，第一次知道。安尼我就问医生啊，迄皮蛇不是讲安尼哭一日人就死啊？医生就讲无啦，没啦。我真的很害怕，所以呢，还好呢，医生我去找对了医生了，医生用药及时，我并没有后遗症。我们知道很多那个疱疹得了以后，如果我后来知道是超过3天，如果3天以后呢，你没有医治，它就会留下后遗症。我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因为我第2天就去找医生了，而且因为是在手背，我的疱疹是在手背上面，影响碰到头，所以我又去看了脑神经内科。不看还好，一看这个电脑扫描，医生跟我说，你有稍微的海马回萎缩，还有你的记忆力退化。这嘛是我真着惊的一项代志。我突然间安尼醒起来，我从来都唔捌想讲我安怎咧下拄仔的代志，还是昨的代志袂记啊？毋是真正常吗？足侪人安尼啊。迄天张新闻呢，才甲我讲，你嘛安尼哦，我嘛安尼呢。下拄仔才想到的我当心哦，我袂记啊。这不是大家都这样吗？可是我们都没有经过检查。都不知道，其实这在你的头脑里面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如果你有这样的现象，我建议你也要去看一看，因为医生很及时的诊断又用药，阿姨就建议讲你要去打皮蛇疫苗。皮蛇疫苗是要安怎做？做一档要8000呢，而且要隔2个月，就是说你打了第1针，隔2个月之后还要打第2剂，安尼才有效。你如果只有打1剂，无效，要做2剂。8000，我一听到我讲，我已经得过啊，我免做不要紧吧。结果呢，我们桃园市政府去年7月公布，皮蛇疫苗，只要你打了1剂，第2剂政府免费帮你出。有没有因祸得福呢？真的是恩典满满呢，我足感谢哦。所以呢，政府安尼宣布了，我就去做第1剂。过2个月，我再去做第2剂，1剂是8000块，这真的是捡到的福气。那不是安尼，我袂去做这，没有这样子，我根本不会去这么贵的东西。经过这边的事件，让我明白几件代志。第1项，我无够少年啊！我以前大学的时阵我会使1礼拜去2遍录影。我1礼拜去2遍录影拢爱3天，你知无？去算，暗时拢无困，转来读1天，搁去，无安怎啊？
所以这一次去德国回来，我还有休困1礼拜呢，才去4天尔，都袂堪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不再年轻了。第2项，要开始注意身躯各种的变化，你会想袂起来，绝对不是天生的，不是自然的，迄种有原因的，这个皮蛇呢，一定得到医治呢，是稳定，因为我已经打了疫苗，人家说打疫苗以后就有保障了，我就很放心了。不过要努力的去避免记忆力衰退。所以后盖你若甲我讲啥，我袂记得，请你们不要怪我，这又是一个借口。我就开始注意到记忆力这一部分，医生也开药给我吃了。因为我4月得到皮疹，6月我开始用药，就是他开始用药给我吃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8个月了，进步很多。我真的很感谢呢。我觉得说，如果我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不会去做检查，我袂去做检查哈。第3项体会就是定期该做的检查，一定爱去做，唔通评断。如果医生若甲你讲爱做的时阵，一定爱去做。或者是政府现在推出很多都是免费癌症检查，免费的哦，只要你到那个年岁，你就可以去检查。所以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你就来问我，我在荣民医院，我就可以告诉你可以做什么检查。4篇65篇塔多当有他鬼讲，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脂油。是安怎我爱读迄个新译本伊塔拉安那，伊讲你所行过的路地方，你去的所在，拢真富裕啊！我看到这个富裕，我今天去再重新把它翻了几个圣经的版本我想加这句，伊讲我去的所在富裕，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主真正要大大学了你。虽望阮有时感觉无明白，主你是安怎会交代我这个重担，我袂晓做啥物。总是你一路拢伫阮的头前来牵阮的手，行头前的路。总是阮袂晓的时阵，你就甲阮教，你边啊路边来等阮。主啊，真正感谢你，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主耶稣，拢归伫咱的父上帝。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好了。祷告的大军，我们就是祷告的大军。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
百姓心坚定地挡仇敌，有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有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请坐。我们要来一起来进入公祷。首先，我们来为我们的世界、国家和社会来祷告。这段祷告要请陈汉执事来带领。在美军近日这个给全世界又有一个很震撼的新闻。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让他们去到了委内瑞拉，把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领袖马杜洛把他活捉带到美国去那结束这个马杜洛在委内瑞拉20几年的高压统治，包括他经营的这个国外的贩毒国内造成的经济萧条和一党的专制暴政等等。我们也为委内瑞拉的人民能够重获自由，并且以上主的公义和平来重新参与在国际事务，也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来祷告。第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在新年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至今还没有进入立法院的委员会审议阶段，已经是史上首见，也将冲击各项的民生，包括各样子的这个政府的政策，这个 TPAS 的这些的方案的补助。那也为立法院目前的不作为，应当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审视，以及财划法修正所造成的南北差距，还有城乡差距，也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照顾不均求主来亲自掌权。第三，我们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昨天是进入冬天的第一个寒流，那各地都有感大降温。那消防署的统计呢，在这5天当中，全台的欧卡呢就有147人那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已经增加到181人。那也求主赏赐我们健壮，保持头部、颈部、手部、脚部的温暖，特别是我们的年长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起床的时候都能够放慢动作，添加保暖的衣物，避免在寒冷的环境长时间的逗留，使我们不受寒流的威胁。以及我们在教会附近有许多的街友，也求主来看顾保守，也能够得到主的照顾。我们为我们的世界，在这个国际的和平，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总预算案，为我们的社会，我们在寒冷的天气变化当中，求主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祈求为着在委内瑞拉所发生的事件，主相信上帝背后有神来掌权，也愿神你的公义国来临到世界，也每个世界各国，特别是独裁专制的暴政都能够被主你亲自来制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国家的预算案，为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到的各样的寒流以及年长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都能够身心健壮和平安。亲爱的天父，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为世界、国家和社会守望跟祷告。主啊，我们要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来向你祈求，求你的怜悯临到，使这个长期受欺压的国家，他们的百姓能够重获自由和有尊严。就愿你的公义能够取代之前的执政者的欺压，之前执政者的不当的统治，也愿主你的医治临到，使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从萧条能够恢复到复兴，能够再次兴盛。主啊，也求你带领，赐下和平跟秩序在这个国家里面，使委内瑞拉能够早日重建，恢复日常的和平，能够再次参与国际事务，然后经历更新，还有从你而来的复兴。主啊，我们要来为台湾来祷告。
求你带领台湾的政府与立法院的修法，是吧？在这个当中有你的智慧，有你的怜悯，有你的公义，在这些长官、执政掌权者的里面，使他们能够有你的心为心，能够以人民的心意为出发点，能够来去想这些执政政策，或是这些审视，或是来这些决策，是吧？让人民能够因为这些决策而能够经历到从你而来的祝福，从你而来的恩典，而不是是吧太多，而不是更多的不论是纷争，或是所造来的灾害，或是破坏。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如果也因为有制度，或是有因为制度而造成的，不论是城乡的差距，或是南北的差距，也求主在这当中，让我们有智慧跟同理的心，然后全台湾的人民还有执政掌权者能够一起来解决，一起来重视这个问题，然后让公平良善能够在这个当中被实践，求主带领。最后我们要来为近期我们进入到寒冬，进入到冬天了，求主带领我们每个百姓，我们每个你所爱的儿女们，我们都有从你而来智慧，能够做好保暖的工作，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还有这样从你而来的警醒，所以我们都知道如何要保暖，然后如何在这个冬天要如何生存下去。也求主看顾年长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的出路，无论是我们的穿衣，我们的足食，都能够在你的保守里面一切平安，然后度过这个冬天。谢谢你，谢谢主的垂听，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着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那首先要为我们教会在新的一整年，特别刚才今天透过分享长老区长分享他过去一年在灵修笔记上面的见证。好，那牧师知道在教会去年有完成灵修笔记的，我知道的有2位好，分享长老是其中的1位。好，那我们也期待呢，在今年不只有，至少有更多，好，有10倍，有20倍，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努力完成。好，所以我们也制作了这个灵修笔记完整本好，让大家都能够更加的容易好来完成灵修笔记，不用像分享长老还要从周报上面自己再去影印好，那透过这样子，神每天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能够记录我们的每一天，好，也能够把每一天都带到主的面前，也有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听见主的声音。不论透过灵修，不论透过共读，好，或是我们所参与在这当中的准备，好，都能够让上帝的话语，就如同耶稣在旷野当中遭遇撒旦魔鬼的试探，但是用神的话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第二，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儿童来代祷，因为我们刚才分享长老有分享，我们教会是一个超高龄的教会好，那按照我们要感谢这些年长者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但是我们发现呢，不是教会没有青少年，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儿童不断在流失不容易被留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使我们的下一代持续的留住在教会，不是把他们人留下来，心也要留下来，让他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成长，如同迦勒，如同约书亚，能够成为新的一代，能够承接天上的异象还有感动，能够与教会勇敢走向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要在新的一年为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第三，我们也为今天来见证分享的台一区来祷告，包括有我们的台一区的区长是分辖区长，还有3位的组长是这个那个文成长老、方慧组长，还有1位是嘉玲组长。那以及总共有在今年呢，台一区有58位的组员，还有家人们。好，那跟牧区长老是松辉长老。好，那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祝福。好，求主能够使台一区应该是教会最德高望重的一区能够成为全教会的遮盖与祝福。我们在场的区长、组长还有牧区长也可以一起站起来好吗？好，松辉长老、分辖长老、文成长老、嘉玲。好，那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好，为他们的组员来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为这3件事情，好，为在今年当中教会的灵修、笔记、操练，以及为着教会的青少年儿童的世代，以及为着我们的台一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这段要请嘉玲执事，好，来带我们做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就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日暗时会当做伙伫基督会中间，阮特别为着阮伫教会今年新的一年一档开始，有这个灵修笔记，要继续的操练，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遮所领受的，会当每一天有主你的话加做阮脚前的顶甲路上的光。主，阮也要为着伫迦南教会遮的青少年甲儿童，主啊，求主你互阮有智慧、有策略，会当来将遮的青年甲细囝，会当互因去。互因会当为主耶稣来回入，互因会当伫少年的时就当来跟地主，互因一世人到老拢无来离开，互因会当真做主所差遣的约书亚甲加入。主啊，阮也要伫这个所在为着第一区包括牧区长老、区长、小组长，甲58名遮的组员，甲因的家庭厝内的人来祈祷。主啊，求上帝你使阮属互看过，互第一礼拜第一区，主也是教会遮的长辈。愿上帝，你也是阮看过因，互因伫小组的生活，互因伫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拢会当有主你来引带甲带领祝福。坐伫主的面前祈祷。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赏赐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为教会、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求主赐给迦南的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渴慕你的真理。愿意将圣经共读的时间分别为圣，一起来参与圣经共读，谨守遵行上帝的旨意，在生活中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也求主在青少年和儿童身上掌权，保守每个迦南子弟，柔软这些少年人的心，让他们自己与主相遇，亲自触摸到主。也求主赐下刚强壮胆的心，让迦南子弟效仿长子同工，愿意勇敢地接受装备和造就，来承接服事。深信主必使青少年和儿童经历从父而来奇妙的带领，得到丰沛的祝福。我们也要为台一区的分辖长老、3位小组长以及在籍58位组员和他们的家庭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求你恩待这些超过80岁以上的长辈，特别是已经接近100岁的秀寡记啊，求主赐给他们身体健康、喜乐满盈。或许他们身上有病痛，或因年长而身体软弱，但深信有主同在，每日经历奇妙又丰盛的恩典，而且深信主必使他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感谢你垂听你儿女齐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最后，我们要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肢体来为他们守望代祷。好，那首先要为秋红长老，在去年的12月9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有享受98岁。那在明天晚上，在教会要来举行家庭安慰礼拜。来了这个礼拜六要举行上午10点举行入殓火化礼拜，下午1点半在教会要举行告别礼拜和安放礼拜。好，在林口的鼎福陵园，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也使整个告别礼拜的过程都能够非常的顺利。第二，我们也为嘉陵小组的松朗老师，在去年12月中来病危通知紧急住院治疗。好，那经过探访，还有经过医院的治疗，好，那最近有传出这个渐渐好转，好，那目前还有肺积水的问题待解决哦。好，那医院还在评估，好，若这些状况能够排除的话，好，就能够出院，好，就能够回到安养中心。第三，我们也为着芥菜种小组的月香姐，是慢双干事的外婆，好，96岁，好，近期在呼吸困难，好，那在安养中心，好，来当中，好，也通知安宁照护，好，住在护理之家，好，那这月香姐，好，也在我们教会来受洗啊，好，也求主看顾保守，好，慢双的阿嬷，好，月香姐，好，都能够身心灵平安，有主同在。第四，我们也为着喜乐小组的朱慧姐，在去年底
上个月脊椎滑脱，已经完成开刀住院，那恢复状况良好。上个礼拜天也有来到教会来礼拜也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代祷。好，那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朱慧姐，能够身体得到完全的康复。第五是火炬小组的静宏兄，好，那也是在去年底贫血的问题到台北荣总做骨髓穿刺。好，那在这个礼拜看到报告的状况，好，那感谢主，好，原来怀疑有血癌或是骨髓瘤好，那这些都排除好，那在下一次是2月9号要回诊，好，以及继续找出造血功能不佳的原因静宏兄也已经94岁好，也求主来看顾保守。最后也为着今天昨天意外跌倒的文正兄就是琼媛姐的先生。好，那他在工地公安不小心的左手臂的粉碎性骨折好，那但是他把工作做完才去看医生好，那今天医生一看就说你要住院好，然后就今天早上完成紧急的开刀到下午4点好，已经手术顺利好，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好，也求主来看顾保守文正兄。好，那琼媛姐也请弟兄姐妹为文正兄来代祷说文正兄在过去这半年非常的投入来教会好，过去要叫他都很不容易来但是现在他都自己骑脚踏车骑 U-Bike 来教会好，那也甚至比琼媛姐还早到教会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为这6位的肢体秋红长老的告别式，宋郎老师，还有月香姐、朱慧姐、静宏兄和文正兄为着还有我们在小组当中、家庭当中，还有我们所知道需要代祷的肢体，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主上帝，阮这个时阵要为着阮的教会的集体来代祷，主要感谢你，让阮会当同过祈祷会中间，兄弟姊妹做伙的祈祷是有快乐的，因为你讲做祈祷就有快乐，少祈祷就有快乐。主要让阮在祈祷的中间，互相来笑脸，也当互相来代祷，要为着唱丢了，伫来这礼拜的家庭安慰礼拜，甲个别礼拜的顺序来祈祷，也为着宋人老师。求上帝你来看顾甲保守伊，也为着外乡者伊伫安养中心需要做安宁的治疗，也求主你来保守伊的心神，甲伊的家庭，也为着朱慧者伊会当来完成手术，也求主继续来看顾保守，甲为着庆丰兄伊的这个身体的臃肿，甲求主来扶持伊帮助伊，也为着文正弟兄，甲你的手术顺遂，也保守伊会当完全的复原，会当早一日登到伫工作上，也求主来引带伫伊的心中来显出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愿上帝你看顾阮伫阮的家庭、阮的小组、阮的集体中间，身体欠安，特别天气寒冷，也保守阮每一个人都会当处理平安。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祷告当中遇见你，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你，因为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在人所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你是医治的主，你是全能大医生。主啊，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藏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与你的怜悯，也相信每个投靠你的主啊，都要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慰，得着喜乐，得着盼望。也让我们把我们各样的需要、软弱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重新得力，也让我们能够如同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能够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从天属天的智慧与祝福。主要我们为过去的1年献上感谢。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跨年祷告会，上个礼拜3的祷告会是平安夜的祷告会。主要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在不同的祷告当中来遇见主，也相信在这1年当中，你要继续带领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在祷告的聚会当中，你的同在当中，你的话语当中，经历你丰盛格外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把我们各样代祷事项、公祷事项都交托排列在主的面前，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我们起立。
称颂我最喜乐的上帝。阿们。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骂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祷告聚会到此来结束。好，那我们要离开以前，让我们彼此来请安。好，今天的椅子不用收，因为明天晚上我们有家庭安慰礼拜。好，我们彼此请安，也感谢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好，愿神祝福。